你有冇試過批評一個好朋友，點知佢完全唔接受，仲死撐？喺娛樂上，你呢種叫做自破磁場啊！人係唔會因為你嘅批評而改嘅，只會為咗自尊而反抗。教育知己千言萬語，失一朋友三言兩語嘅咋？你以為講緊實話，其實你係自製緊口殺啦，破壞緊累積多年嘅貴人運。批評除咗令對方生氣，你得到過啲乜呢？記住，自尊心就係一個人嘅本命元神嚟嘅。你挑戰緊人哋嘅自尊，就喺度破壞緊人哋嘅局啊！呢條紅線你一踩，貴人神靈都會避開你。玄學入邊，氣聚則生，氣散則亡啊！你嘅指責就係散氣啊！幾十年嘅交情喺自尊面前，其實好脆弱嘅啫。對方唔會改，佢只會想你收聲。強者明白人性係用嚟順應啊！想聚財氣，第一件事就係要學識收口聚氣。知人而不評人，留人面子，你個社交風水就會好噶啦。想知點樣拿捏說話分寸，重塑你嘅貴人磁場？WhatsApp我 send 份強者社交分寸指南俾你。格局由閉口開始，follow我用邏輯贏格局。